剧不剧透？可能会哦。课不课语？好汉译，听声音，听下来，开启你的课语新技能。剧透课语，剧透课语，剧透课语 ，Let's go！Let's go！我们今天呢，傅英雄改作品呢，跟以往剧透课语会介绍的那种热门的电影，或是话题戏剧非常的不一样哦。因为它是一部纪录片。Yes， 没错。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作品呢，它的名字很特别，叫做多肉女子的生存之道。对，那大家呢可能只听过多肉植物，嘛该按照多肉女子呢？其实就是指那个体型比较肥胖啊、身材多肉的女生啊。其实就是现在大家会讲的，就是胖胖的人，或是棉花糖女孩之类的。对。那这部纪录片呢，主要的内容呢是2位多肉女子的心路历程跟故事。那这2位女生呢，一位叫做玛丽，一位叫做 Amy。是的，对，他们都是在性别团体工作。大家可能会好奇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呢？原来他们是因为就是身材肉肉的嘛，对，然后体态比较胖胖的嘛，对，比较难买衣服，对，这衣服呢就通常要定做，所以他们要一起合购来买衣服。久而久之呢，就变成了好朋友、好朋友。变之后好朋友过后啊，给他就去发现，他们就发现生命历程其实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对，比种共像是因为身材肥胖被歧视啊，或是被霸凌啊，所以呢，他们有志一同，就决定要站出来为胖子发声。没错，决定组成肉蛋甜心这个团体。哇，真的很特别，肉蛋甜心有没有？你不觉得这个名字其实有很强烈的对比吗？甜心啾咪，所以他们在发想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希望每一位肥胖的人都可以打破主流社会对美丽的框架，让这种我们说肉肉的女生可以对自己有自信，要活出不同的风貌。没错，那这部纪录片呢，也记录下肉蛋甜心他们成立到解散的心路历程。虽然这个长度只有短短的不到20分钟，有点可惜啦。应该要更多的记录啊，因为真的很好看，也很发人深省。没错，我们应该很少人有机会会想过，肥胖的人活在这种社会单一审美的框架之下，会遭受到什么样的问题，对吧？台港美目的熊都斗呆，到底这个肥胖又怎么样影响一个人的性格？身心健康哦，记得呢有很容易来看台去改改身体，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体？这次介绍多肉女子生存之道，可以共下来讨论身体议题，尤其是肥胖相关的身体议题。为什么呢？大家有没有想过，相对于性别啊，或是其他的社会议题，这真的很少被公开讨论。所以今天我跟阿凯翔就要好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现在我们就马上来介绍这部纪录片的故事内容。来喽 ，Let's talk。对 Amy 和玛丽来讲，皮皮的身体那其中是吃到动感苦的龙诶。对 Amy 跟玛丽来说，胖胖的身体曾经是痛苦的牢笼。其中的生命经过的坎坎坷坷，将天天的福晓同七家眼神和平共下公益嘞。他们在生命历程中经历了坎坎坷坷、跌跌撞撞，才慢慢学会了与自己的身体和平共处。记得要共下成立的肉蛋甜心粉丝专业，用神奇小可爱方式来推广身体平健。他们一起成立了肉蛋甜心粉丝页，用幽默的方式推广身体平权。不过，被网络风还是私人攻击。不过呢，仍遭受网络言论的攻击。虽然肉蛋甜心解散了，不过记得和本地的大兵，希望未来有一日，
大家对身材同酱的看法，會有更加多樣，有更加友善的討論空間。雖然肉蛋甜心曲終人散，但是他們持續努力，希望未來有一天，大家對身材與美麗的看法有更多元、更友善的討論空間。那其实这部纪录片呢，有好几段呢，都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哦。像影片一开头，这个 Amy 跟玛丽啊，给丢做蛋给贴身的这种运动服在照镜子那画面，完全就是把这个身体的优缺点都呈现出来。真的，在镜头前面这种大方的被拍摄，很公开的展露身材，我觉得这很需要勇气耶。真的，你知道吗 ？Amy 在照镜子的时候说，如果不是因为我这个身材，我不会在意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不一样的人。哦，这句话我听了好有感受哦。他们因为身材肥胖啊，遭遇过许多歧视跟霸凌，所以他们才会更关心身体议题，希望透过比较幽默的方式，让更多人尊重肥胖的身形，以及认识肥胖相关的议题哦。对，像是呢，纪录片中呢有提到有一次他们在发布一张照片，玛丽跟 Amy 呢两个人一起坐在捷运上的座位，你知道捷运有3人座吗？对啊，对不对？就是有一个是能够坐3个人的一排的那个座椅。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他们就是坐在那个3人座上面，然后再搭配发表了一篇讨论座椅空间的文章。那照片中呢，两个人的体型就已经占满了3人座，对，结果呢，引起了这个网络酸民们的攻击跟挞伐。那些酸民们留言真给懂坏呢，真的尖酸刻薄到，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这样做捷运会翻车吧？还有怎么不想节制饮食减肥，还要求一堆权利？痞猪嘛，就会痞猪嘛。肥猪就是肥猪。有时间发文，不如去减肥。因为懒或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的死胖子，我干嘛要有同理心呢？真的是非常令人家很难受的评论。对，那这些留言呢的内容可以看出，很多人对于这个肥胖体型的空间需求这个议题很难有同理心，都是用这种刻板印象来进行言语攻击，而不是去全面的了解，对不对？其实我跟他们2个聊过这件事，那个玛丽跟 Amy 他们其实是为了要讨论公共空间是否可以针对不同的体型，对不对？让这个座位的设计可以更友善、更弹性，所以他们才会特地去捷运上拍摄了这张照片。可是没有想到，竟然引发了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网民的攻击，你知道吗？其实他们2个啊，私底下无论是在寒流低温啊，或是刮风下雨，他们都其实是只骑摩托车。真的要搭捷运，他们也会站在那个车厢与车厢中间那个衔接的空间呢。我知道了，他们就是怕影响到别人啊。对啊，鼓手啊，我想这大部分人可能都跟我一样，从来就没有想过说，原来肥胖者他们会怕自己的身材造成别人的困扰，甚至呢为此会去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呢，在纪录片里面呢，玛丽也提到说，如果他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他会有自我保护的3步骤。对，第一，他会先去找朋友，先找朋友。第二，他不会让自己太突出，不要太显眼。对啊，第3，他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好笑的人。为什么要变成好笑的人？就让自己变得很幽默。对，所以你知道这3个策略其实都是保护色，但这些保护色听起来其实有点悲伤哦。而且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肥胖者会有这么内心的想法，是不是？所以呢，为了让大家很好了解这个肥胖者到底在想什么，我跟阿凯想真的很認真，我们訪問了蠻多胖胖的人，胖胖的人跟你想的不一样。好，有以下这些想法跟行为，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例如说，在生活方面呢，会放弃人很多的电梯，一进去电梯里面尽量躲在角落，对不对？角落生物，没错，怕被当成臭胖子，所以他们会使用那个止汗剂，然后还要带很多替换衣服。哇，好辛苦哦。对啊，这生活方面，我们来讲讲社交方面，他们要训练幽默的技能，在团体里面要扮演开心果，然后做事要很勤快哦，因为他们怕被批评会好吃懒做啊，这样也会被批评呢。对啊，还有在恋爱方面呢，这个网络交友的时候啊，要确保很熟之后才能露脸。
因为他们没有自信嘛，对不对？然后他们会选择在冬天约会的时候要用衣物把自己的身材全部都遮起来。你这样讲完啊，我思考后，我觉得我本人虽然不胖，但是呢，我觉得也很有同感，因为我有类似的烦恼。说来听听，只是我的出发点可能不太一样像是我也不喜欢人挤人，所以呢，我也不喜欢坐很多人的电梯。那夏天呢，出门怕会有汗臭味嘛，对不对？所以我也会使用这个香水或是止汗剂。对，那为了当帅哥，你知道到哪里都要香香的那为了好看呢，我也会选择在这个冬天来做约会。为什么？因为除了用衣物来遮蔽身材的腿毛，对我有腿毛之类的，这个要遮起来，对我觉得不好看。OK， 冬天的衣服呢，我觉得也比较好看。你看韩国的欧巴有没有？也是啦。这些选择呢，只是我个人的习惯跟喜好，但是呢，他们是为了生存才这样做的。对，这个出发点是完全不一样。那这些生存的模式也是多肉一族他们的自我保护策略。汉卡辛苦改黑马改嘞，你有没有发现那是一种外在生活方式的改变？结果呢，是进而影响到内在性格的改变，所以他们会怪罪自己、自卑等等。我读过那个演员钟欣凌啊，在他的书中里面有一段自述是这样讲的逛药妆店，瘦子绝对不会害怕碰到堆到天花板的卫生棉、隐形眼镜药水、促销的巧克力，就算碰到了，也不过是不小心罢了。但如果是我碰到，不用说别人，连我自己都会觉得天哪，一定是我太胖了。我刚刚还一度以为你是在说那个乐台妹那个顽童的瘦子。不是好了，回来这明明就是这个药妆店货物堆太满，好不好？对不对？走过去呢都要紧张兮兮，懂声音要很小心呢。就是啊，不过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因为在主流社会的价值观里面，胖感觉是一种原罪，产生许多负面的联想，例如体型胖加上食量大就被认为是贪吃，对不对？体型胖呢就被认为是手脚不灵活或是懒散。那这些负面的连结呢，都会让这些肥胖者认为我必须要更努力做更多事，才能被大家称赞，才能消除身上肥胖相关的负面连结。但其实啊，就像凯翔说的，瘦的人也会有汗臭味啊，也会有动作不灵活的情况啊，对不对？所以对于那种体型肥胖的人，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这些负面的形象直接连接在他们身上。没错，就像刚才一颗梨子姐说的，贪吃就是一般人对胖子的刻板印象，对，会说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缺乏自制力，所以才会吃得那么胖，对不对？之前还有一位企业家曾经说过，如果连体重都不能控制，你还能控制什么？我觉得这样的思维就是一种对肥胖者的一种歧视。我觉得你说的懵错，因为这句话可能会常常出现在这个社会大众对胖子的评价里面但这背后隐藏着肥胖歧视。这种歧视啊，通常是很幽微、似是而非的，连那个歧视者也很难发现自己的微歧视，就是搞不好我自己是歧视者，我自己都没有发现，真的所以我们呢要跟大家分享3个最常见的肥胖歧视。第一个就是该哈阿凯翔讲的自制力。你连体重都不能控制，你还能控制什么啦？拜托一下，这跟自制力其实是不能画上等号的。举例来说，每天我睡前都会克制自己使用手机的时间，因为我觉得睡觉前看太久的手机会影响我的睡眠品质，也会影响我的视力。但我可能还是无法控制自己大吃韩式炸鸡配可乐。所以其实生活中各种大大小小的习惯都是自制力的展现，所以真的不用把克制力跟吃画上等号，你说对吧？真的像我自己就会用吃来抒压。你看，如果因为多点了一份炸鸡就被划为不够有自制力的人，这样子好像就是抹杀了我其他的特质，例如像是唱歌很好听的部分。有这部分吗？那举别的例。好。
我每天呢都控制自己在10点睡觉，6点起床，这就是自制力。我觉得真的超有自制力的。好，所以这都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很小心，才不会不小心歧视别人哦。对，好的，接下来很常见的第二个歧视就是以健康为名。我们常常会听到，胖很不健康，瘦下来比较健康。所以一般来说啊，身体健康是大家的目标嘛。但对于肥胖体型人来说，难道他们真的不希望健康吗？对啊，其实这个问题就是出在瘦下来这句话。当社会大众呢认为说，瘦下来就是健康的唯一解方时，会忽略许多不同族群他们其实面临的健康问题，像是model、模特儿，他们为了要追求身材呀，甚至呢会产生厌食。工程师呢因为熬夜让自己的身体变差，这些人都跟肥胖身材毫无关联。其实 Amy 跟玛丽想要呼吁的是，健康不一定只有瘦下来这个选择，或是这么单一的面向。没错哈，其实呢，前面2点听下来啊，这个肥胖族群真的很容易被公开拿来讨论或检讨。还有第3点哦，那就是以美丽为名，例如，你瘦下来一定很漂亮哦。我曾经听过一个学姐的案例哦，她以前你知道就是那种肉肉胖胖的女生，但她对自己其实很有自信，我觉得蛮好的。可是后来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她就突然暴瘦10几公斤结果大家都赞美她说，你瘦下来很漂亮结果你知道她现在压力更大，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她很担心自己胖回来，所以她反而吃东西都比以前有压力，然后比以前其实更没有自信。那她曾经说过，没想到瘦下来比以前更累。我觉得这就是被以美丽之名的肥胖歧视所捆绑了。对，不过呢，无论男女都会有这种，如果你瘦下来会很好看。我也曾对某些人说过，我先说是不好意思。但我现在知道了。对，因为我也曾经这样对别人说过，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讲话也要很小心。不然我们就会为歧视。真的。对，那你刚刚有说到学姐的例子嘛，对不对？那我说说我的例子。好，像是呢，之前呢，我为了金钟奖颁奖典礼啊，那我的造型师呢，就很希望我能穿上好看的衣服啊，那脸颊肉呢可以少刷一点阴影啊，这你知道的吗？我知道。那也会呢，就建议我瘦下来会更好看。那通常听到建议这2个字就是最好要的意思。我觉得你有没有被建议过？我觉得那时候啊，你瘦下来的时候，你记得我跟你说什么吗？我说凯翔，你真的变得很帅可是我觉得我现在不能这样跟你说，因为怕为歧视。对，好，那当时呢，为了要维持好看的身材，我就开始我的秘诀就是跳塔巴塔。我会跳塔巴塔，每天跳。对，每天跳。然后当时呢，我最高纪录很厉害怎样？2周内突破我人生瘦过最高纪录6公斤。可以想见这瘦真的是多妖瘦啊，就是多数人的认为的美。对，瘦就是美的这个概念跟现在大众的主流审美有关。那主流审美其实是这个时代在某个地区大多数人对美的价值观。那主流审美除了代表外在的美，还代表着我现在过得很好的意涵。像是在唐朝的美有没有？就肉肉的啊，就代表我过得很好啊，因为我吃得很好，我才会肉肉的啊，对不对？对，每个地区每个年代都不同嘛，都会影响到主流的审美。如果呢，所有人都回到唐朝，渡边直美也会成为年轻人争相模仿的对象哦。是啊，是很想回到唐朝了吗？我其实蛮像的。另外那个欧美国家追求的美啊，是那种皮肤小麦色，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代表可以安排度假，也是过得很好的意思。说到亚洲的美呢，就是皮肤要很白皙，因为亚洲社会里比较辛苦出众的工作内容，好像都要在大太阳底下嘛，全身汗流浃背如果你皮肤很白就代表你根本是死辛苦，不用吃苦，所以有时候主流的美背后是一种优越感。而且呢，这个美呢也会随着时代的改变像以前我妈他们就喜欢欧阳菲菲、冻酱现在年轻人喜欢什么？李多惠，还是很漂亮。你知道干嘛我还知道 IU 好不好？懂腔。就因为美嘞会随着时代的改变，大家有发现吗？
别哈改青少年因为网络社群的发达，24小时都会接触到主流审美的强力放送，让他们我觉得你配得很好，让他们呢对外表跟身材越来越焦虑。冇错，其实呢有懂懂你呢都有这种容貌焦虑的简称无论几多岁，无论几岁，多多少少呢都会有这种焦虑。我也会呢，我也有一点，其实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容貌产生焦虑，但是根据定义那个容貌焦虑就像其他的心理疾病一样，它有一个光谱，可能从0到100啊，有的人1分2分，那也有人可能是50分或100分。重点是患者内心对自己有错误的认知，例如说患者觉得脸上有一颗粉刺，但长得很小其实根本快要看不到。但那种患者太在意那颗粉刺的话，就会觉得好像全世界人都会发现他在长粉刺。你懂我意思？我是豆豆。另一个重点就是会出现不可控制的重复行为，例如他一直补妆，一直补妆，然后一直梳刘海，一直梳刘海。而且这种容貌焦虑呢，比较好发在青少年时期对，没错。因为呢，这是他们探索自我、建立自我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鼓手对自己的外貌以及外界的眼光是非常的在意。那说到这里，一颗梨子姐姐，你知道口纱吗？你想考我？我知道贝纱，你知道贝纱吗？我知道，就是她好漂亮一翻过来其实只有背影还可以。所以口纱你来说。那口纱呢，就是口罩杀手的简称，就是说一个人的长相戴着口罩比较好看脱下口罩之后呢，会比较让人有失望的感觉。像是这个词呢，就是年轻朋友们之间流传的一个新名词啊。对，你知道我前几天在路上去买午餐的时候，就有经过一个摊位，就有2个青少年坐在那边聊天，其中呢一位青少年就对另外一位青少年说：我觉得我们班上的男生好丑我心里这么直接啊？我心里就想说，现在年轻人聊天真的很直接耶，很敢聊对啊，他接着就讲第2句话，他说结果拿下口罩之后更丑。所以这应该也算是一种口纱了吧？超级口纱。口纱案例你知道吗？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青少年朋友们，他们还是不愿意把口罩拿下来。这是因为呢，很多青少年朋友们对于自己的容貌是很没有自信的，是会担心被同侪批评，所以呢坚持不拿下口罩。另外呢，现在还有很多人呢会依赖拍照都要开滤镜一定的我也有偷偷开，但如果呢在没有开滤镜的情况下呢，他们是不敢拍照的。对，那没有修图呢，也不敢传 IG。没错像是我认识的高中生朋友们，他们真的很厉害耶。怎么说？很会用各式各样的修图 APP， 就算你素颜那个滤镜一套上去之后，哇塞！照片出来根本就直接上妆，很厉害，真的。可是我完全可以理解耶。像我在看那个 IG 的时候，我觉得上面的每一个人都长得白、瘦、美有些那种刚起床就拍照上传，有没有？可是我一看到那不是已经化完全妆了吗？所以这真的是会让人感到很焦虑，因为怎么好像大家都很漂亮这样子。对，那如果身边有这样子现象的少年少女你早点用来天数给他丢呢，我们可以怎么做来帮助他们呢？所以咧，我跟凯翔有特别请教了心理师，分享了几个要点。那你大家来讲，用因为老爹就呛少年来停修，要减缓容貌焦虑。所以第一，不要否定青少年的焦虑行为，什么意思呢？就是陪伴青少年理解焦虑。首先，如果他们愿意分享他们的焦虑我们就学着倾听，对，不要一下子就否定，应该要陪他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像是呢，如果觉得脸上痘痘很多我们就可以带他去买痘痘药，或是带他去看皮肤科。不能像这样子妈妈，我脸上长了好几颗痘痘谁叫你昨天跟同学去吃炸鸡，同一时炸鸡，你看你的面很多痘痘啦，吃太多垃圾食物才会这样怎样？怎么办？我觉得我骂得蛮开心的你就是那个妈妈第二点，听你不要否定青少年的品味。
对，要协助探索自我风格。像很多青少年在坐公车、捷运的时候，走在路上啊，都会贴那个刘海贴跟那个发卷。嘿嘿嘿，你有看过吗？有看过，有看过。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是忘记拿掉就出门哈，那是一种流行，没错 ，fashion，就跟我们当时穿那个喇叭裤一样。你有穿过喇叭裤吗？你那个年代啦，我没有。所以这些行为啊，都是他们尝试建立自己的品味啊，全部一定要起款啊，无伤大雅就好啦。没错，大家品味都会随着这年纪来增长，就会不一样嘛。有时候回过头来看到以前的打扮，也会觉得哦。以后谁我当时怎么会这样子敢穿这种衣服嘞？我觉得蛮好的，会有一种那种复古感。我也是看到以前的照片才会想起来，我以前常常穿喇叭裤，而且那个裤管啊越宽越好，其实蛮好笑的。好了，最后第3点，第3，不要聚焦外貌。不要评论外貌，帮助他们来建立其他的价值。青少年呢，他们最需要的呢，就是我们让他们安心，对，自由的去探索自我风格，可以好好的赞美他们的打扮啊，跟外形啊。但是呢，赞美的内容，不要只聚焦在外貌哦，也可以好好的观察他们其他的个性跟优点。我们来练习一下走的。我一直有仔细观察一颗梨子姐姐的穿搭风格很好看，哎呦！但是呢，如果只是说你今天衣服很漂亮，是不是就太浅了，太单一面向了？所以呢，我留意一颗梨子姐姐，哇，身材高挑又瘦啊！糟糕，这会不会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我们被那个主流审美框架？收回，好，收回。但是因为我们工作都很忙，讲求效率。他在服装款式上呢，会选择比较利落，而且颜色选择经典色系来搭配。是哦，但是呢，当我要准备称赞一颗梨子姐姐的时候，怎么样？其实我已经掌握了许多细节跟她的优点，所以呢，我会说，一颗梨子姐姐，您的白衬衫搭配黑色宽裤，白色领口有着黑色的蝴蝶结的设计细节，黑白相衬更显得有法式的风情，你的宽裤看起来身形更加高挑。哇塞，你真的很有品味呢！你这是 ChatGPT 写的吼，而且还是注重外貌啊，好吗？哪有什么其他价值？这个不聚焦外貌，好像赞美真的蛮烧脑的吼。难怪要哈法赞美叫做 oh no， 就是阿脑。对，因为赞美很需要，赞美很需要头脑，所以叫阿脑。oh no， 客家话我们教一下好了。之前腔怎么讲 ？oh no， 陆腔 oh no， 很好记耶。对啊，跟那个英文 oh no， 真的耶。好，我们回到我们讲的容貌焦虑。其实无论几岁啊，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对自己有容貌焦虑，大家也会不满意自己身体或外表的。我们说凶矮呀哈，我到现在呢还是担心自己的外表，当然没有到焦虑的这么严重啦。我也就是像纪录片中的玛丽说的，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抱着自己的脆弱，然后慢慢的往前走，慢慢的长大。其实呢，台大都会一直注意自己不完美的地方。为什么我们会把最没有自信的部分或部位放大这么多呢？所以比起一直关注自己没自信的地方，我觉得要学习练习看见自己的优点，列出自己的优点，这才是更重要的。那我想把这些话呢也分享给大家。没错，这也是呢我们特别跟大家分享这部纪录片的原因。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那接下来我们的科普课语时间，也要来跟大家分享跟外表身材有关、高矮胖瘦相关形容词的课语。来溜 Let's go！ 一开始先跟大家分享高的课语要怎么说呢？4线腔就是狗，海陆腔Go， 好简单哦，它就是英文的 GO 啊。Go， 要出发了吗？对啊 ，Go， 对啊 ，Go。好，那形容一个人呢，长得很高，4线腔就是够甜甜呢。这个女生长得够甜甜呢。海陆腔
够甜甜，哇，这个什么哦，长得够甜甜，高甜甜很好记哦。这华语字的写法，天就是天，跟天一样高，高甜甜，够甜甜，好像一个人名哦。再来，高的相反就是矮嘛，那矮的客语呢就是四线腔，矮。海陆腔，矮。形容一个人长得矮矮壮壮，四线腔呢就会说矮顿顿呢，他的身材矮顿顿呢，很有力哦。海陆腔，矮顿顿，他身材矮顿顿，很有力哦。接下来要教的是胖，胖的客语四线腔就是太口。我过年吃太多会变太口哦。海陆腔，太口，过年吃太多会扁太口哦。那形容一个人胖嘟嘟吼，四线腔的客语呢，可以说屁咕咕哎，这个小孩脸颊屁咕咕哎，好可爱哟。海陆腔，呸咕咕，哇，这个小孩的脸颊呸咕咕，好可爱哦。我们复习一下好可爱的客语好不好？等一下，等一下，这个小孩的脸啊，呸咕咕，等一下。哦，那接下来呢，瘦的客语四线腔是超，海陆腔瘦，形容一个人长得很瘦，四线腔的客语可以说超夹夹呗，模特儿都长得超夹夹呗。海陆腔瘦，模特儿都长得瘦夹夹。这个瘦夹夹这个客语很传神哦，华语字呢那个夹子的夹而且这些客语念起来都很有趣，你不觉得都是叠字的音，很好记吗？没错，猛超哈，感觉可以组一个顺口溜，你要不要来试试看？可以啊，来一下哈，来，东边有个人够甜甜呢，西边有个人爱顿顿呢。前面来了一个孩子哦，屁咕咕哎，后面来了一个人，超夹夹呗。你就东边、西边、前面、后面，是不是？这个我也会啊。来啊，那你试试看。可以。海陆腔，东边有个人够甜甜，西边有个人爱顿顿，前面来了孩子，呸咕咕。后面来了个人，手夹夹，我觉得我们俩很弱好啦，我们赶快来复习一下客语。高四线腔就是狗，海陆腔够，长得很高，四线腔就是够甜甜呢。海陆腔够甜甜，矮四线腔矮，海陆腔矮，长得矮矮壮壮，四线腔矮墩墩呢。海陆腔矮墩墩，胖的客语四线腔就是太口，海陆腔太口，形容人胖嘟嘟的四线腔客语屁咕咕哎，海陆腔呸咕咕，瘦四线腔超，海陆腔瘦，长得很瘦四线腔客语超夹夹哎，海陆腔瘦夹夹哦。好哦，那大家都记起来了吗？这些高矮胖瘦都只是外在的形容词，无法断定一个人的内在。你大概呢都很某种容的个体，我们要温柔跟温暖的心去对待别人，还有尊崇大家某种容的现切。那这些形容词就会变得很有趣了，而不是贴在别人身上的标签哦。那我们的剧透客语，下次见，下次见，拜拜。